小朋友好，今日嘅课程係乜嘅呢？今日嘅課程啊，拄好啊，老建議有關。唔知大家有發現冇？禮拜日前啊，第二拜嘅第三集，第二次的第三集，拄好係到哪日結束？剛好是在哪一天結束，知道嗎？就是第五月節，端午節那天結束。那端午節客家話要怎麼說呢？對，就是剛剛先生有講過嘅五月節。故所呢，今日你愛搞嘅課程呢，就係有關五月節嘅念謠。好，你來看一下念謠，我用白念咯，上課去。五月節，大家來過五月節，失蹤誒，比起亂，還有爬龍船，鹹中其中老闆中，最愛食係哪種？都好食，同伴愛都愛。哇，小朋友，頭先係唔係大家都有聽得念咧呢？然後大家過來一擺哦，複習時間，然後你要聽得先生念，韓國你要念3擺哦。來，開始咯！端午節，五月節。第二個，吃粽子，失蹤誒。第三個，比利蛋，比起亂。第四個，爬龍船。好，然後再來就是粽子的3種。好，來鹹粽。鹼粽，甜甜的，黃黃的，鹼粽。第三個，客家人懂好食嘅板粽。都好味咧咩哦？然後你就要來用今日你搞嘅念謠。套入什麼呢？套入小蜜蜂的歌曲，然後呢，你嘅作業就是你要錄一段這一整首歌，用小蜜蜂的歌曲唱出來，本先生堂哦。好，先生先示範1擺，老師示範1次咯。五月節，大家來過五月節，失蹤誒比起亂，還有爬龍船。鹹中、鹼中、老闆中，最愛食係哪種？都好食，同伴愛都愛。OK 嗎？好，過1擺哦。五月節，大家來過五月節，失蹤誒比起亂，還有爬龍船。鹹中、鹼中、老闆中，最愛食係哪種？都好食，同伴愛都愛。好咯，先生示範2遍了，示範2擺了哦。
好，欣赏我第二条嘅样片，全本欣赏咯，加油！